Concord Brentwood 我哋唔係第一次做，舊年推出過幾個單位咧，全部都100% 售出。而今次咧，我就帶睇一個佈局好、樓層高、西南角景觀開揚嘅單位。睇完你就明白點解咁吸引。大家好，我係 Lotus Yuen 溫哥華 VMAX 嘅地產顧問。今日我好高興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本拿比備受追捧嘅 Concord Brentwood Hillside West 高層角落，擁有開揚景觀嘅豪華公寓單位。單位地址係4402-4730 Lougheed Highway 本拿比。呢個高雅單位呢，設有2個睡房、2個浴室，另加一個多用途書房。室內面積約974平方尺，空間規劃細緻而實用。呢個項目由 Concord Pacific 發展，2022年落成，屬於鋼筋混凝土嘅高層住宅。喺設計、用料同埋整體規劃方面呢，一向都有口碑。地點方面就係位於 Brentwood 嘅核心地段，行到 Brentwood Mall 商場、餐廳、超市、SkyTrain。呢個單位保養非常好，整體狀況非常理想，屬於一個真正即買即住嘅單位。設計現代、企理乾淨，非常適合想直接入住，唔想再花時間裝修嘅買家。我哋由室內開始睇，一入屋你會見到一個實用嘅玄關位，右邊設有一個尺寸合適嘅衣櫃，方便放外套、鞋同埋日常用品，令到玄關保持企理整潔。左手邊呢，就係一個非常寬敞嘅開放式廚房。廚房方面採用石英石嘅台面，配合現代感嘅櫥櫃設計，提供充足嘅收納空間同埋寬闊嘅工作台面，喺公寓單位入邊相當難得。而且咧，全套配備咧歐洲品牌 Bosch 高級不鏽鋼電器，包括爐頭、雪櫃、洗碗機同埋抽油煙機。電器方面咧，雪櫃採用較大尺寸嘅設計，提升嘅實用性，同時咧又滿足日常家庭使用嘅需要。而雪櫃同埋洗碗機外層咧，均係隱藏於櫥櫃門板後邊，與整體廚房櫥櫃保持一致，令到視覺更加簡潔統一。爐頭同埋抽油煙機保養得非常好，狀態幾乎同全新一樣。開放式廚房設計，自然連接客飯廳，令到整個單位感覺更加光猛開揚，同埋更加有空間感。而其中一個亮點呢，就係呢度大型嘅露台趟門呢，可以左右打開，開啓幅度非常大。夏天嘅時候呢，可以享受自然清風，營造一個舒服嘅室內外嘅生活體驗。旁邊有一個空間非常適合用嚟做書房、兒童遊戲室、工作室或者多用途嘅空間。而對而家 work from home 嘅生活模式嚟講呢，係非常實用。而且可以將道門攞走咧，使到成個空間咧顯得更大。洗衣房空間相當寬敞，洗衣機同埋乾衣機採用平排設計，上方設有櫥櫃，提供充足嘅空間，可整齊擺放洗衣用品同埋清潔用品。客廳同埋飯廳屬於開放式嘅設計，加上呢一個係高層西南方嘅單位，景觀咧非常開揚，採光充足。日頭嘅自然光好靚，黃昏仲可以享受到日落同埋城市景色。而客廳呢，仲配備咗電動嘅窗簾，可以用遙控器咧控制開同埋關。對於呢種高層西南向嘅單位嚟講，電動窗簾唔單止提升咗整體嘅豪華感，仲可以方便調節陽光，減少西斜曬。同時咧，保護咗室內家私同埋地板，大大提升生活嘅舒適度同埋私隱。而呢個單位其中一個最大亦都最難得嘅賣點咧，就係佢擁有一個270度嘅開揚景觀。嗱，呢度望出去，天氣好嘅時候，你係可以清楚見到 Mount Baker， 再一路望到 Metro Town， 伸延到 Vancouver 嘅市區。再加上呢個係高層嘅西南角單位，視野開闊，遮擋少。呢種景觀喺 Brentwood 咧入邊其實係相當罕有。2間睡房分佈喺單位嘅兩側，設計上分隔得非常好，提供極佳嘅私隱度。2間睡房同樣擁有開揚嘅城市景觀，冇任何遮擋。主人房設計實用，空間比例恰到好處。
並配備獨立套廁同一個尺寸理想嘅衣櫃。而第二個房間同樣擁有合適嘅空間，衣櫃內設有內建嘅櫥櫃，提供額外嘅收納空間。衣櫃內亦都設有感應燈，細節貼心，提升日常使用嘅便利性同埋舒適感。浴室設計現代化，分別設有浴缸或者企缸，加埋石英石嘅台面，整體感覺乾淨有質感。整體嚟講呢個單位係一個實用得嚟、有豪華感、空間用得好、唔浪費空間嘅設計。為咗幫助大家更容易想像生活嘅可能性，我哋準備咗一啲虛擬擺設嘅照片，展示唔同風格嘅擺設方式。呢啲圖片只作參考，實際情況以現場為準。Concord Brentwood Tower 2為客戶提供咗一系列嘅質素高嘅大廈設備，包括健身室、瑜伽室、娛樂及派對空間、遊戲室、影院、工作同閱讀空間、音樂室、寵物清潔室以及戶外平台。同時設有24小時嘅禮賓服務，令日常生活更加方便。呢個單位係包括咗一個位於 P3 嘅 EV parking， 一個儲物嘅 locker 同埋全屋嘅冷氣，全部都係現今市場非常受歡迎嘅配置。講到生活圈同埋交通，由屋企出發行幾分鐘就可以到 Brentwood Mall、超市、咖啡店、餐廳、戲院同埋日常生活所需嘅一應俱全。講到校網方面，小學校網就包括 Brentwood Park Elementary， 由屋企步行大約15分鐘就可到達。另外，附近仲有 Holy Cross Elementary， 一間天主教嘅私立小學，為家長提供一個教育嘅選擇。中學方面，學生主要就讀 Alpha Secondary， 距離單位大約1.7公里，步行約28分鐘，或者短途駕車就可以到達。而生活便利度嘅方面呢個地點嘅 Walk Score 就係高達91分。最近嘅 SkyTrain 站係 Brentwood Town Centre Station， 步行大約6至7分鐘就到。無論返 Downtown Vancouver、Metro Town、New Westminster， 甚至去到 Coquitlam 同埋 Tri-Cities 都非常方便。除咗 SkyTrain， 呢度嘅巴士網絡亦都非常完善。喺屋企附近就有多條主要嘅巴士線，方便連接到唔同嘅地區。而最難得嘅地方係，雖然交通同埋生活機能都咁方便，但係呢棟大廈並唔係正正坐落於最繁忙、最嘈雜嘅路段，所以返到屋企之後你會感覺到環境相對清靜同埋舒服。簡單同大家總結呢個單位嘅7個特點：第一，高層西南角單位，開揚景觀；第二，Brentwood區嘅豪華公寓；第三，配備歐洲高級嘅電器、自動窗簾；第四，全屋冷氣、EV 電車位、儲物櫃；第五，混凝土大廈，知名發展商開發；第六，可以步行到 SkyTrain 同埋 Brentwood 嘅商場；第七，位置方便，但周邊環境相對清靜。呢個單位非常適合專業人士、細家庭、換樓客或者想入手 Brentwood 嘅核心地段嘅投資者。我自己最欣賞呢個單位嘅地方就係可以俾你享受到城市嘅便利，但返到屋企又可以一種放鬆唔嘈雜嘅感覺。呢樣嘢其實喺 Brentwood並唔係每個單位都有嘅。我哋亦都準備咗 Matterport 嘅 3D 導航同埋詳細嘅平面圖，方便你隨時隨地了解整個單位嘅佈局。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想了解更多嘅資料或者安排私人嘅參觀，歡迎隨時聯絡我。我係 Low 宣，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多 Vancouver 同埋 Burnaby 嘅優質物業。多謝你收睇，我哋下條片見，拜拜。